大家好，我係鄺明書。大家有冇諗過咧？廁所同埋書究竟有乜嘢關係呢？我認為咧，雙方嘅關係咧其實幾密切嘅，因為咧唔少人咧去洗手間嘅時候都會帶一本書去睇。今集咧我介紹一本叫《廁所之書》The Big Necessity 嘅書。呢一本咧係講全球點樣去處理排泄物嘅讀物，題材咧相當有吸引力，因為咧但凡屬人類禁忌嘅題材都係咧引人入勝嘅。好似死亡、性愛等等，而屎尿咧當然咧亦都係難以啟齒嘅禁忌之一。其實咧，作家 Rose George 咧係一個傳媒人，經常咧喺紐約時報、英國衛報度寫稿。Rose George 咧認為廁所咧係人類文明嘅基石，好似細路仔接受如廁關係係進入社會嘅第一步。當佢哋懂得控制大小二便，懂得如廁，就象徵到佢哋已經懂得適當得體嘅舉止。就好似一個社會點樣去處理人類排泄物一樣，亦可以睇到呢個社會咧點樣看待自己嘅事物。處理屎便咧，其實係充滿咗政治、文化、宗教嘅含義。作者咧分別討論唔同民族、國家處理屎便嘅方法咧，並作出咗人類學嘅觀察。好似日本廁所文化，香港人咧好多都領教過。如果你曾經去過日本旅行，酒店裏邊嘅廁所先進功能咧，好似自動化噴水清洗同埋熱風控乾嘅坐廁咧，當第一次用嘅時候咧，好可能咧都對佢有一個好深刻嘅印象，真係太為觀止。或者咧好多時因為唔識日文撳錯掣而俾佢噴到一身都濕晒。喺60年前咧，日本人咧係用踎嘅茅坑旱廁，辦完大事之後咧就用柴枝、石頭或者係紙張嚟到清潔。今日呢啲先進嘅多功能坐廁咧，成為咗家庭嘅必備。當中嘅轉變咧係一場人類行為嘅革命，而背後推動嘅就係廁所生產商 TOTO。日本知名品牌 TOTO 咧，一年嘅銷售額超過400億美金。TOTO 咧原本只係生產陶瓷，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美學進駐日本，佢哋就開始生產抽水坐廁。但係對當時嘅日本人咧就唔係好習慣，因為咧當佢哋坐低去辦大事嘅時候咧，覺得唔舒服。主要嘅原因咧係因為皮膚接觸到一啲冰冷嘅廁所板咧，唔係幾好受。咁所以 TOTO 咧就喺1964年咧引入咗有沖水同埋熱風控乾功能嘅廁所。好可惜，結果咧就失敗。主要嘅原因咧係因為成本太貴啦，而日本人咧對坐喺度如廁咧仍然未係好習慣。作者咧分析世界上邊咧大便處理咧有兩大陣營，一係濕洗，二係乾洗，即係咧沖水同埋唔沖水，用紙清潔或者係用水清潔。就好似咧汽車分左軚國家同埋右軚國家一樣。一旦用慣咗咧就會好少改噶啦。我哋認識嘅印巴民族咧就係濕洗，日本傳統咧就係乾洗。日本人點解係經過40年之後作出一個咁重大嘅改變呢？呢個咧 TOTO 嘅改革經營咧係好有關係嘅。佢哋咧不斷改良坐廁，包括噴水口嘅準確度，將產品 washlet 安裝咧喺飯店、百貨公司嘅廁所入邊，俾大眾咧去試用。甚至咧聘請一啲知名嘅女歌手去賣廣告，同觀眾講即使咧係屁股都要咧清潔一下。TOTO 嘅 washlet 咧，終於改變咗日本人乾洗嘅傳統。更有趣嘅咧就係當 TOTO 進軍美國，美國大品牌 American Standard 咧就知道遇上勁敵。美國產品咧沖力咧不足，被消費者詬病，而 TOTO 咧則喺全美嘅住宅建築商協會嘅沖力測試名列第一。關鍵咧就係 TOTO 嘅工程師咧識得喺測試沖力嘅時候咧用嘅假大便最接近真實情況，比美國測試用薯仔蓉、香蕉泥同麵粉加水咧更加好。因為咧日本咧就係以日本人愛食嘅味噌，即係咧 miso 嚟嘅配方，以水力清洗，喺黏度上邊咧最接近分別。但係美國人咧始終唔接受 TOTO 嘅 washlet。雖然咧 TOTO 請咗 Madonna、Jennifer Lopez、Will Smith、Cameron Diaz 荷里活嘅名人咧做生招牌，但係大眾咧始終提唔起興趣去改造濕洗。廁所之書咧仲有好多有趣嘅古仔，好似印度賤民仍然咧係以人手清理大便。中國農村豬屎處理同埋沼氣能源等等。呢本書咧可以令大家掌握一個有趣嘅話題，因為討論大便咧始終係禁忌。但係如果用一個研究嘅態度去談論大便咧，就變成咗博學咯。
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